外面下着雨夹雪，屋里呢烤火喝着小酒，这就是我们本次到访萨普神山的真实写照。此刻刚刚傍晚5点多，我们这帮人呢就都已经坐在萨普神山景区内客栈的餐厅了。26名队员凑了5桌，每桌呢8菜1汤，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如今的萨普说他变了吧，并没有变，因为萨普神山和他的妻子孩子们一直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依然是那么神圣壮丽。说这里没有变吧，可确实又变化不小。湖边的铁皮客栈被拆掉了，替换东家的是个更加简陋的黑帐篷客栈。而我们今晚入住的这里游客接待中心也增加了玻璃阳光房，而且餐厅还有专人经营了，比起过去只能吃简单的藏餐要安逸不少。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这里已经开始收门票了。其实呢挺好的，因为一张150元的门票既可以让当地多一些收入，又可以无形中阻拦住一些人的步伐。毕竟一个地方来的人太多，对于当地的接待能力以及环境破坏都是一种考验。客栈的老板告诉我们说，他经营了这几年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团队，但是像我们这种在冬季海拔4700的萨普神山里面一边喝酒还能一边飙歌乱蹦的团队，他还真是头一次见。好了，我们这帮人继续在这里不醉不归。至于屏幕前的朋友们，还是随着专业歌手的音乐带你们一起看一下今晚萨普这里的风景吧。这